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2024台湾灯会伫台南安平灯区呢，已经伫2月3号正式来启灯。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灯区呢，叫做新住民灯区。啊，为什么这届灯会会要来设立一个新住民灯区呢？这个新住民灯区到底有什么款的特色，又有什么款的意义呢？今仔日节目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和咱第一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日到咱节目当中的贵宾。首先，咱要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的民政局局长江林煌江局长。市民朋友大家好。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民政局户政科的涂秀慧科长。大家好。好，欢迎涂科长。好，介绍的来哈，那我认为哈，新住民朋友到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的欢迎。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台南市新住民家庭促进成长协会的理事长苏红仙理事长。大家好，我是洪仙。洪仙也是来自越南，对不对？是。哇，我们越南的新住民朋友欢迎你。另外一位呢，也是来自越南哦，他是台南市新住民家庭促进成长协会的童世龙总干事。大家好，我叫童世龙，龙龙。哦，龙龙好，哇，你好。对，龙龙哦，已经来这边20几年。那我们的那个仙仙哦，仙仙也是来了快20年了。是。哇，我们2位新住民朋友，待会要好好来访问他们哦。和咱第一直播一起开戏哈，要先来请教局长啦哈。局长，其实呢，好，咱台南县市联合并之前哈，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办过灯会，2005、2006跟2008啦吼。哇，迄阵其实嘛办了做成功，但是这届特别的就是讲，咱结合了台南400诶，我这非常无简单哦。所以咱第一节目一开始，先请咱的局长呢，为咱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届咱的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吼，咱拢知影讲，咱台湾灯会是以台南县市举办是16档前的代志。对。今年是拄台南400档，拄今年也来举办台湾灯会吼，会使讲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工课吼。对。所以市政府部分，尤其黄伟哲市长带领之下吼，已经准备2、3档啊，所以会使讲非常的成功。准备的活动拢非常的丰富。会达到咱市民朋友共同来这个欣赏非常的难得。对，所以其实咱这届台湾灯会除了高铁的灯区，我们在安平灯区这边办得更是盛大，然后跟结合我们的台南400，很不简单呢。那我们讲到说，其实我们这个安平灯区，咱也选的讲安平的历史嘛台南400，咱进前荷兰人变成说有荷兰人，然后明末清初，然后后面又有日本人等等，所以其实呢，那安平可以说是融合了包括原住民荷兰、日本清朝时代跟咱台湾这真的是文化非常的多元，不简单呢。所以其实局长，你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多元的文化？咱拢知影讲，台南市是台湾的文化古都所以这届要台湾灯会在台南举办的时阵，市长随安排讲咱在台安平爱有一个灯区，迄个安平部分呢，就是用台湾台南的特色。古都的特色来做一个灯区。迄个高铁边遐部分呢，就是用科技佮含伊理能的部分来做一个灯区。迄个2月初3，迄个安平灯区已经开始启灯。当日呢，非常感谢咱这市朋友足侪的人去参观20-30万的人去佮当日佮有棉花园、猫祖传的这个演出得到足侪市民朋友的这个赞赏非常难得迄个这安平灯区的部分，含高铁灯区拢到3月初10，所以呢，佮有3、4至10日的时间咱欢迎咱这市民朋友绝对爱去看。这届咱安平灯区特别有迄个主持人讲的有新住民的灯区的部分，有4大灯区，等一下会慢慢的介绍给各位，也是蛮有特色的会融合当地的一个文化
迄个这部分哦，有咱会看到这新住民朋友，还有这创作者、艺术家这种眼光啦，非常的难得啦，非常欢迎市民朋友来观赏。对，所以局长有来讲到这个新住民灯区。我们这次特别设立这个新住民灯区会当讲是市长嘛非常重视，所以呢，伫咧遐尼侪店区内面市长特别为这场来开一个记者会哦，对哦，还特别开一场记者会。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看当天记者会现场的状况如何，而且当天好多的新住民朋友，每一国的都有，都到现场去共襄盛举。来，我们来看这段新闻报道。点亮星光，赖着台湾新住民灯区，欢迎您。2020是台湾灯会伫台南，为展现多元文化共融，市府特别伫安平、台南4百灯区精心策划新住民灯区，其中包含新住民文化特色甲人文亮点。目前伫台南市大约有3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新住民朋友，为了完整呈现新住民灯区，今年邀请到4位艺术家策划布展，希望让民众体验到新住民的生活和感受，并在单位当中进行文化交流，体会互相文化差异性和共同点。在对于新住民也特别有一个灯区来展现他们各地母国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的特色。那台南目前在台南市有36000名新住民来自各国。那我们今年特别有礼请4位这个艺术家来对于新住民灯区来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也能够让我们新住民的朋友体验一下台南以及台湾的热情，那也来看一下我们灯会的这个传统。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参观灯会的朋友能体会新住民的文化特色特质那也可以做一个相互的文化交流的动作，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开心，也是我们特别开辟新住民灯区的一个用意跟目的。那也希望2023台湾灯会安平灯区点灯之后美不胜收，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走走逛逛看看咯。民政局表示，这次新住民灯区总共邀请到4位艺术家，分别为伫台湾为着新住民身份的叶海蒂，来自日本的工藤正秀、菅野麻衣子，以及印尼裔荷兰籍 Dodok Sasino， 因运用族群文化、在地素材、地方色彩等元素进行艺术创作，并透过作品串联起来自其他国家的文化风情，打破职业语言、文化甲价值观，以此展现新住民的热情甲努力的生活态度。新住民灯区展期为2月3号到3月10号，欢迎国内外所有朋友伫灯会期间做伙来到台南欣赏灯艺创作。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哇，所以呢，透过影片咱大概有看到讲有哪些的这个新住民灯区的灯的展示。不过迄阵是伫咧历史咱来开记者会，所以历史看到，按时看到绝对是无同款啦吼。不过呢，咱会当看得出来讲，哇，咱拄则呢市长所讲的，他真的对我们的新住民朋友非常的重视，所以这个特别设立这个新住民的灯区。所以局长是不是也跟大家谈一下？这届咱也非常感谢移民署共同来举办这届新住民灯区尤其一直市长他都小主持人讲市长真重视，特别去开迄个一个记者会表示讲咱台南市政府对新住民的这个关心啦，实际上新住民他们对于这一次灯区这个展示，他们也非常的用心所以他迄个咱的记者会内底迄内容有4大主题的部分这咱嘛会当看到融合了他们当地国家的这个特色以及就像主持人讲迄是日时啦灯区当然是暗时这几日呢，我暗时拢有利用时间去看我足感谢咱这个统一老师当场都解说啦会当解说讲这4大作品那种特色，而且那个记者会那一天呢，我们新住民朋友也准备了一些那个当地的美食，这个部分呢，让我们市民朋友除了说观赏那个我们
新住民灯区的美之外呢，那也吃到当地的美食也是非常的难得了。对啊，没错啊，所以那场记者会其实我们记者朋友看起来就是说，市长特别重视新住民灯区呢，只有这个新住民灯区特别在另外召开记者会所以呢，就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那刚才看到是白天，对不对？对。好，那现在呢，我就跟我们民政局的赖清竹专委特别在晚上，我们到现场去然后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4座由各国的艺术家，然后他们所创作的新住民灯区的4座非常棒的这个灯那大家看完之后就会对这4座灯呢，他们的到底他们有什么样的含义啊，更了解。所以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一段我们到现场去采访的VCR。Hello， 大家好，我是碧纯。大家好，我是青竹。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今天呢，我跟专委特别来到了安平台南400的展区，要带观众朋友来参观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灯区这个灯区就叫做新住民灯区。既然取名叫新住民灯区，那一定是跟我们的新住民朋友有关当然因为这个是我们内政部移民署所补助的经费。那经费的话，它补助了我们这个灯区，它到底为什么要补助这个灯区？对，因为呢，在我们台南市有36万。36万，错了，专委你太夸张了，是36000的新住民朋友，这才正确。对，是的，有36000的新住民朋友。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台南市有5位市民，就有1位新住民朋友。那你们大家都知道，在51位市民就对1位，对。今天专委都特别要把我们的新住民朋友讲得很多，我想未来有可能会达成这样36万，对，真的有可能。然后5位就有1位，这是有可能的，不过这是未来。对。那大家都知道，17世纪安平是一个国际的港口。那我们在这个土地上面呢，也经历了我们的明郑时期，还有我们的清领时期，还有我们的日据。然后在这一个土地上面呢，有多少的族群呢？有我们所知道的原住民族群，还有闽南人，对，然后客家人、外省人，当然还有我们的新住民。你看，在这么多的族群，在我们这400年当中，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特色，都在我们的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来做一个累积跟交融，那就成了我们台南市独有的台南的文化古都。那我们今天会有设置新住民灯区的原因理由，最主要就是因为希望透过艺术家的视角去发掘我们新住民的文化底蕴在哪里，然后透过艺术家的一个作品，让我们台南的市民朋友其他不同的族群，他们来发现，原来在我们的台南市有这么多的族群在我们这边一起共荣共生。对，所以这次其实移民署也有帮很大的忙。对，是的，也很感谢他们对我们经费的一个补助。对，好，所以到底呢，我们新住民灯区有哪些作品呢？那这些作品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这个最美丽的专委要来帮我们做导览跟解说。是我的荣幸。好，那我们新住民灯区之旅启动 ，Let's go！我们现在来到了新住民灯区当中的永恒的寓意的作品的前面哇，那专委，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作品，我就觉得好漂亮碧纯，那你觉得它像什么呢？它其实我觉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8，然后也有点像是蝴蝶结。对，那你觉得它像不像一个数学符号无穷大？对，所以才叫做永恒的寓意，对不对？对，那这个作者呢，她是一个加拿大籍的叶海蒂，她是女生她从小就住在香港，然后她去加拿大留学，在2007年的时候回到台湾的台东，就在台东跟台东的艺术家就结婚了，然后所以她这个作品真的就是我们的新住民跟我们的原住民结合的一个代表所以它可以很完整的去呈现这个新住民他想要传达的一个理念哇，那专委跟我介绍一下它的特色好不好？我们走进来看一下，你看这些花，它是用陶瓷做的，然后还有跟一些光纤的技术结合来做成，然后沿着这个无限大下去做的。你看这些花，它在越南其实有特别的意义，在国际的38妇女节，还有在他们越南的妇女节10月20号的时候，男生都会买花去送给他心仪的女生哇，所以其实越南好像了解的是说，越南人喜欢用花来代表祝福跟幸福，对不对？对，那他就希望艺术家呢，我觉得啦，艺术家他想要
呈现的就是用这些花的祝福，然后是无穷的，然后祝福每一个在我们台湾这个族群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永远幸福。接着下来，来到我们这边新住民灯区的第二个作品啊，碧纯，你看这个作品，你觉得它像什么呢？哇，这很简单呐，一看就觉得应该是一艘船。哎，没有错，真的就是一艘船哦。这个是我们的日本的一个艺术家叫工藤正秀，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作品。对。那我们今天呢，刚好在现场有我们新住民朋友来担任导览的工作，那我们欢迎他。来，我们欢迎吴碧后小姐。姐姐好。吴小姐你好，好漂亮哦。你是来自越南吗？对，我是越南，我来自越南。是，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吴碧后，是这次灯会导览人员，很荣幸跟大家服务。对，那你看到这一艘作品的话，你有什么感想吗？看到这艘船，真的我很想家的。你知道，在越南是从北中南都是船，对，所以看到这艘船，我真的很想家。哇，所以这个作品让你很感动，很想家哦，好棒哦，好，谢谢你。庄伟，他们新住民朋友，然后来自越南，看到这个作品，他觉得好想家。对啊，所以可见我们艺术家的作品真的有打动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哦。没错。那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漂浮于时间中》，那我们是不是要走近一点来看看呢？好，我们这一点看。庄伟，这个是水波。好像真的水，对呀，做得好棒哦！你看，我们除了艺术家的作品的呈现之外，在光的方面把水波纹都做出来，表示我们真的很用心来做这一个灯。对，没错，哇，对。你们知道这个作品的名称，刚刚我们有介绍过，叫做《漂浮于时间中》。那你们觉得漂浮于时间中跟船到底有什么连结呢？其实我觉得艺术家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要这个船呢，它是跨越时间跟国界，它就是用船，它是一个唯一的工具，没有其他的。那早期就是船嘛，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他希望就是船可以承载我们这一些不同族群的新住民，然后一同从过去航向未来。那也期待这一个作品的呈现，可以带领我们所有的新住民朋友航向下一个400年。叫做记忆里的显象。对，庄伟，听说呢，这个作品呢，它包含了来自台湾、中国、日本、印尼还有欧洲的文化，对不对？是的，所以这个艺术家呢，他是一个印尼裔、荷兰籍的兜兜萨西诺。这个外观像什么呢？我觉得像拱门。对，真的，它就很像是一座拱门，它就很像你刚刚所讲的那些国家。你看看他们这些国家的建筑物，有很多都是像这样子拱圈的一个设计。是，对，那会非常的有这个特色啦哈。400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分别来到印尼与台南土地，建立了国流贸易的据点，正是台湾与世界交配的起点。一如艺术家本人一般，背负着印尼武士的样貌，乘坐着荷兰的船班落脚台南，成为跨文化交流连结的基点。这个巴达维亚城跟我们的热兰遮城，就是现在的安平古堡，这种拱门的设计就跟花灯的拱圈设计是类似的。那我们借由艺术家这一个作品，让我们可以重返大航海时代。没错，哇，所以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它其实是融合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哦。现在来到新住民灯区的最后一个作品，这是由一个我们来自东京日籍的艺术家菅野麻衣子的作品。对，这位艺术家也曾经在我们的台南艺术大学任教哦。那这个作品的名称叫做《太阳和月亮》。太阳和月亮，其实我看不太出来哪里有太阳跟月亮，说真的，我也看不出太阳和月亮在哪里。不过你听我说，你看这样子像不像是太阳升起、月亮落下的一个轨道呢？历史的一个轨道。对，你说轨道的话，这样就有谱喽。
对，每一个花灯啊，每一个灯它的创作都会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观赏它。哎，对耶，每个角度看起来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喽。哎，走。专伟，其实刚才从不同的角度啊，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个作品不同的风貌。哎，真的哎，你刚刚从侧面看，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像龙的灵动？哎，真的是哎，好像对，我觉得刚好呼应了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今年是龙年哈，我们台南哈，龙来台湾，荣耀台南。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新住民灯区的4个作品，也邀请我们市民朋友一定要来到现场观看哦。对，点亮星光 ，Light 台湾。等你哦。好，看完刚才呢，我跟专伟到现场去做的这个影片以后，相信大家对这个灯区呢已经有进一步的了解哦。不过呢，我们在电视上看这个白天跟晚上，还有到现场看，感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局长？所以爱去现场看，对不？一定爱去哦，一定爱去。足侪市民朋友吼，我去现场看看，大家学了讲哦，那个真的。白天跟晚上那种境界完全是不一样啊！哈，所以今天无去哈，你今天会遗憾终身，我不骗你，真的，要过去看看现场的那种状况。对，而且就是最好是白天挑一天去一次，对，然后晚上再去一次，看到那个作品完全就是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哈，一个人没有化妆之前跟化妆之后的那种感觉啦，你就可以感受出来。哇，那我刚还没化妆跟有化妆被局长看到，感觉不一样啊哈。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的美，不一样美就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访问的是我们来自越南的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哦。好，那我们就先访问苏理事长啦哈，理事长。你来台湾大概多久了？啊，我来台湾快20年了。快20年哦。那你当初就是从越南这样来台湾，会不会觉得说哇，离乡背景的很辛苦？那时候应该是没有那个害怕的，就是懵懵，大家讲懵懵啊，懵懵，嘿，就人家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是没有，就是很那个顾虑很多，就来台湾了。然后东东转已经过了20几年，已经过了20几年，对，哇，对啊，而且你现在其实我知道说这2位我们这2位新住民朋友，他们呢就是说除了自己越南语讲得很好以外，国语 OK 对不对？是，台语嘛像讲对不？英文嘛做流利言哎，真的很厉害哦。这个很多人其实咱今嘛做这个台湾囡仔，家己台湾话袂晓讲，因台湾话讲了有够好的啦。所以这有咱政府的责任就是让他们早日融入我们台湾的这种风俗习惯，还有那个语言的部分啦。对，这部分他们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努力啦所以伊小他都要讲台语，还可以讲国语，咱讲真的啦，有当时。那嘛感觉做标准啦，所以咱来看得出来讲他们的用心啦。对啊，没错，而且咱讲的，我嘛是国台语拢一交杂着讲他们都听得懂而且回答的都很好。对，好，那我们先来访问理事长理事长，你后来就是有成立这样子的一个会担任理事长嘛？是，对，那你这个会最主要是想要要怎么样的一个宗旨呢？来成立的？起初我们就是一群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那要办一些活动或是一些那个。新住民比较特别的那个活动，还有一些后来我就发现，在台湾的话，你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一个合法的组织的话，你是没办法那个受到大家的支持的，尤其是姐妹的本身的先生还有家人。对，那之后我就会跟姐妹说，不然我就站出来成立一个协会，让姐妹有一个家的感觉。然后之后我们如果办任何的活动，还是一些那个上家政府相关的活动，就像这次的灯会一样，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就是正式一样，就不像大家讲你这没有机会什么为那些不三不四的，不是站不了台面的一些，不会这样讲啦，对，一定要机会乱讲，对，就这样子，所以我协会就成立起来，然后就是协会是大家姐妹的。
然后一起共同为这个娘家一起做那个努力。哦，一起做努力哈。局长，你度假有听到义工哈，以前可能他们刚来的时候，那大概都会讲，你这是撩机会啦，还是说就对他们比较不礼貌？但是我觉得现在啊，其实像我生活周遭也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新住民的朋友，然后也有就是我们的同事，她就是嫁给新住民的老公，也有同事是娶新住民的老婆，所以其实他们跟我们都很融合，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处得很好。现在我们台南是36000多名的新住民，对不对？36000多，是。对，所以其实都处得很好。所以我刚才也跟各位市民朋友报告说，他们来台湾之后呢，他们的努力呢，也受到我们的肯定跟尊重。对。所以他们在这里生活呢，也希望说我们市民朋友能接纳他们哈，因为他们现在我那变成台湾人啦，对啊，我那变成台湾人，所以甚至于他们都有选举权啊，所以这部分哈，当然可以早几日融入我们台湾的社会哈。这个对于咱台湾讲起来，我那做正面的啦嘿，这部分我那拜托市民朋友哦，多接受他们了，感谢嘿。对对，没错，局长讲得很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次啊，你们有到现场去看那个灯了吗？有哦，2位都去看过了。对啊，那你们觉得这个灯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你们先讲一下感想好了，先请理事长。这个灯的话，因为有4个主灯嘛，我开幕当天的话，我有去看过，尤其就是那个。漂浮于时间中的那艘船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出生在越南的南部那边，就是属于湄公河三角洲那边。那我们从小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就是船，对，就是船。然后呢，我会想到这快20年来，我们就是这群东南亚的姐妹就是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就是要寻找属于我们幸福的那个家。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落地生根了，我们的新2代都已经长得很大了，可是呢，我还会觉得说那个船漂浮在时间中的话，让我的感觉就是我这20几年来在台湾这样子遇到的风风雨雨，让我感受很深刻。那个船可以带着我们的幸福还有带着我的希望。对，在这个块新的土地上的希望，我希望我的新2代在这里有更好的发展。虽然我们这一辈子不用想说什么有更美好的未来或是怎么样，可是我们会把我们的注意最注重的就是在我们的新2代。哇，你们的第2代就对了，新2代。我们知道理事长你是生了3个男孩子，1个女孩子，是哈。哇，那3个男孩子好像已经有读大学了，是不是？大哥已经大1了。哦，已经大1了。是。然后刚才我们带到摄影棚来，有看到一个小妹妹，好可爱，才1岁多。她是最小的。哇，那2个差了好多岁，所以应该是会在这边觉得很幸福，才会继续一直生嘛，对不对？是的。哇，对，所以局长对咱的人口也有贡献。对啦，所以以前我嘛是讲非常感谢因吼，对于我们台南市生育率的部分，贡献真侪啦。因为咱讲这个东南亚过来，因这新住民最生的部分吼，因较无惊啦，无像咱很有勇气哦，较有这个勇气，所以真的非常感谢吼。迄个因属于这要生3+1的，我那无几户呢，所以真的这真的爱发一个种所以那个生第4胎的部分哦，市长有特别在加码在加码，你个拼着第5胎的时，就有5万块的那个生育奖励金的部分哦，你再继续加油哈，理事长继续加油。谢谢。对，局长跟你加油，应该还可以，因为还可以，他很年轻啊，对，再来拼一拍。看到那老师之后呢，他再生第5个应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我们期待了，准备我们送红包给他。是哦，那刚我偷偷问她老公，他说为什么会隔这么久再生那个最小的女儿？因为呢，他前面3个都男孩子，然后想要一个女儿，对不对？哇，就分到一个女儿，刚好也是想到，可是他也是个意外，然后意外的话就变成了很幸福的意外的，幸福的意外的幸福，意外的幸福啦的礼物哦，哇，好棒哦！好，那刚才呢，理事长他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一个漂浮于时间中这一艘船呐，哈，那其实它就是跟这个越南有蛮大的关系，就是让你想到说，以前你们就是生长在南部，然后会想到说，那个船，然后你们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嘛，对不对？所以对这个
作品，他就会觉得哇，看了其实会有点蛮感动的，是对，然后又想到说自己这样子来这里20年了，然后这一段的旅程，就是这艘船，其实可以勾起很多的回忆，对不对？是。好，那我们也访问一下那个龙龙。好，对，你觉得这次灯会里面的作品啊，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个？也可以多讲几个，没关系。其实因为这次非常荣幸，是台湾灯会，也是台南400年。那我很荣幸是担任这次的通译导览员的老师。对。那在准备资料当中，是准备课程内容之后，我全部的作品都看过一遍。那不止看过一遍，我整个从一开始接到通知说担任这个课程的老师，到上台开始讲课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看这些作品，每一个作品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我甚至就是在做简报的时候还流泪。第一个，我对台湾这块土地，我居住的台湾已经超越我在母国的时间了。所以我拢讲我爱我母国是真的，但是我爱台湾是真的啦，是真的。所以看这台湾，看中新住民，佮看中这个今年的灯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非常感谢，就是台湾对新住民这块议题的关心再来就是让我们新住民在台湾多年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专业、自己的学习过在那么多年在台湾来去做这样子公共事务的服务，是我们的荣幸。对，龙龙他就是你19岁嘛，来到台湾，是的。那在这里已经住了23年，所以真的超过你在母国的时间，你在台湾的时间还比较长。是，对。然后刚刚龙龙有讲到了他其实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这次民政局非常贴心，帮大家弄了一个通译导览服务，对不对，局长？是。一个4个地区新住民灯区，我们都安排通译的人员，是新住民去的时阵，会当通过通译人员来了解说我们那个作品的原意是在哪里，也当体会上他都要因两个讲的经营，体会到那种创造者的用意在哪里，而且他的精神在哪里。所以呢，因为通译我那非常的这个重要这几天来他们也帮了非常大的忙，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啊，所以2位都是有在这次的灯会里面担任这个通译导览的工作。哇，其实这个工作不简单，因为你还要跟人家说明。我们是当做就是培训老师，对，然后实际上的话就是让姐妹直接去为大家服务。对，第一点就是有机会，很感谢这次的台湾台南400年灯会给姐妹这个机会，然后姐妹很高兴，也是很荣幸，因为我来台南已经住快20年了。对，就刚刚龙龙老师说的，已经超过我们在母国的时间了。对，是这样子。对，已经超过了。是。那这次刚好就是第一次参与到这个台南那个灯会，也是台南400年，我也是觉得很荣幸，也是很幸福。荣幸就是因为我就是可以就是台南的一份子，台南的市民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工作，然后来参与其中的话，就感到非常荣幸。幸福是因为成为一个新住民，那对政府的照顾，对我们新住民的照顾，我觉得感到很幸福。对，那龙龙也是吗？是的，因为原本我们是在母国是不会讲中文嘛，唔知讲台湾个台语，完全都袂晓讲的对。我是来台湾了后，才知讲原来台湾个有台语，所以学国语学会晓了，才发现唔是学国语尔，佮爱学台语。到学台语了后，才发现讲，20档了后，应该咱爱斗相共，佮拄来的新住民的姐妹，再来就目前这边台湾这些新住民，是移工，是来自我们母国的同乡。对。那我们如何是用我们曾经在台湾这20多年来学习的一切，来去传承下来，不只是给我们2代，还去协助在台湾的所有的外籍人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责任。所以2位现在都是有在学校当老师，对不对？是的。对，那你们在学校就是在教他们越南语吗？在学校的话，因为我们政府对新住民这一块很照顾，那我们从108年的话
就东南亚7国语言先进入课纲，那让国中啦、国小的学生自由的选修。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有很多个级数，也还是有很多，就像我们教育局有在学校有设新住民学习中心，然后社会局有那个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等等。这样的话，我感觉这10年来的话，新南向政策做得非常好。我们新住民真正的是有感受到那个政府的照顾。哇，真的是非常的好，由你们的来通译帮大家这样子做一个解说的话，我相信会更多人对我们这个新住民典窟就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哈。我们稍后再来访问你们。好，那科长接下来要请教你啦哈，我们灯区以外大家去看灯其他有什么异国风情的表演，什么也当看吗？是的。除了刚才说的，那我们邀请新住民朋友加入我们通译导览的这个服务，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把母国语言的优势跟我们这一次的灯做一个结合，然后做一个翻译的服务之外，那我们也是安排他们的表演。那最重要是说，新住民朋友在台南市。我们推荐了11组，包括中国啊、印尼啊、越南、玻利维亚跟摩洛哥的这些表演团体，然后在我们2月3号到3月10号这一段时间，已经邀请了22场次的表演。哇，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在运河南岸也有开辟了12处的街头艺人表演。那新住民的表演工作者可以把他们的那些才艺啊，已经有500场次的安排哦。那这么多啊？对，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展现，让其他的游客都可以看到新住民的一个才艺。那另外的部分就是美食的部分。其实大家都说，台南市是那个小吃。对。那我就说，那个我们在新住民灯区那边呢，也有一个美食专区。那美食专区最重要的是可以让新住民朋友可以安排他们的异国美食，让我们台南美食也不会专美于前啊，只要就是说有空来吃喝逛我们那个新住民灯区，各种收获满满。对啊，真的很特别。我们台南是美食之都嘛，对，然后再加上这些异国美食，哇，其实我平常就很喜欢吃那个越南河粉呐，或者是越南的一些那种春卷呐，跟什么法国面包之类，我真的蛮喜欢吃的。所以我觉得，哇，到那里去，除了越南的以外，还有各个国家的，我们新住民朋友带来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异国的表演。真的很精彩耶！这么多场次哇！那局长，其实其实来咱台南除了看灯会以外，咱台南真正做一个所在好耍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台南真侪所在会当去佚佗尤其咱过年期间个人讲北部就有天灯嘛个南部咧就是有咱的风炮所以咧，这届非常的特色就是讲咱安平灯区含迄个高铁的灯区以外呢，咱迄个有设灯会部分真侪像普济店也好，前几日板门的仁安宫也好，还是像毗邻关销圣母庙边也好，搁另外呢，咱市政府的部分就是讲良家空山寺迄暗时去看，伊山内底有迄个灯火迄部分我那真水。来就是讲，即届迄个咸水夜景港的部分有迄个有灯会啦即届市长为着讲溪北街港有挂灯会时阵，带迄个咱新娘天鹅湖有曝光者，有灯，大家看了拢非常的赞叹，讲真正市长会当考虑到到溪南和溪北的这个发展，非常这个无简单。所以咱过年期间会使讲足侪所在会当去啦大家会当看到咱市政府的导览的部分，会去好咧，逐位会拢有迄个特色迄个包括逐间宫庙啦迄个拢有设立家己的迄个灯会，拢非常难得这个部分都有各地的特色啦，大家拢会使去参观所以会使讲过年期间，台南市是一个足好佚佗的所在欢迎市民朋友共同来参加非常感谢。对，所以真的是这次过年期间，哇，灯会更热闹，其他地方好多好好玩哦。尤其迄个咱咸水风炮
哦，对，咸水风炮这部分我特别爱甲市民朋友讲一下吼。咸水风炮会使讲足侪人参观啦吼，啊咸水拢做2万几个人口吼，毋过咧，这过年这段期间差不多60万个人会去到咸水，啊所以咧啊尤其风炮一进吼，会使讲拢几10万个人会走入去咸水啦吼，啊咱看风炮的时阵非常刺激，啊咱嘛希望讲咱这市民朋友大家遵照看风炮的这规定吼。安全措施要做好，啊，实际上一当看一届的风炮，咱讲这个，咱有当时啊风俗是讲吼，啊，旧年一当的迄个不好的水温啦吼，啊，雨风炮啊咧砰砰啊咧，就是上早起讲吼，啊咧除瘟疫，但会讲有这个风炮嘛，啊，所以这届咱嘛市政府含迄个咸水武庙啊，共同举办这届的迄个咸水风炮。啊，非常的成功啊！拜托大家爱绝对爱遵照规定哦，注意安全，非常感谢市民朋友。嗯，对，其实讲到这一点，我要问一下我们新住民朋友，你们有看过盐水风炮吗？有，我们都有去看。哦，你们都有去看啊？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太刺激了？非常刺激，而且就是也是刚刚局长说的，就是也是来台湾才知道说台湾有这个习俗，所以我们是也很开心。即使说每年到这个盐水风炮的时候，就想说，啾，那台湾的朋友，我们也就是来，我们是外国人就要去看了，你们台湾人也去看一下。而且我们住在台南，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台南。台南这边非常多的景点，大家可以来看看哦。哇，真的局长听得出他们真的很爱台南。对啊，他们已经是，所以小英他都要讲吼，伊的生活时间比伊迄个因缘的国家更较久啦。对。那所以真的也非常感谢他们融入我们那个台湾的社会啦哈。这部分原来是咱台湾，咱的政府应该爱做的，就是讲给他们有一些便民的措施啊，还是想讲，比如像这届有特别个来设迄个新住民的登记的部分，嘛当会感觉讲，咱台湾对因的这个尊重吼，会认可啦吼。啊，这部分真正咱爱搁继续来努力嘿。对啊，所以你们第一次感受到说，哇，帮你们设一个灯区，有没有觉得好感动哦？对，我们就觉得很幸福，也真的很感动。然后尤其是我觉得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很多姐妹都跟我说，她们看到新住民对他们的重视，她们真的很感动，也很幸福，所以他们就是会很努力的在台湾要好好的生活。对啊，所以龙龙对不对？就是新住民灯区让你们更有力量。对不对？因为对看了作品，再来就是知道作家做作品的时候的用心的用意，所以我们非常感动，也是非常感谢这次的那个民政局啊，但是我们台南市的政府政治很重视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这次这个机会也是其他县市的新住民，我们也都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年在台南有台湾灯会哦，而且有特别还有新住民灯区，所以欢迎大家来台南。今年的过年留在台南吧，记得来台南哦。哇，你看局长他帮帮台南来邀他们的新住民朋友，那么多的新住民朋友，大家都来台南玩，对不对？因为我们台南最重视新住民，所以才帮他们设灯区嘛。是，哇，真的很棒哦。好，那因为这4作品里面，我其实刚才我觉得，然后龙龙说4作他都很感动，然后当然就是红星也是觉得很感动，是哦，但是他其中就是那个船的部分，让他自己就是看了哇，其实是那一刹那的那种心里的那种感觉啦哈。那我要来请教科长，其实呢，一般人如果到灯会现场我自己这样看呐，永恒的寓意这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说越南传统的那个花，对不对？你们是会折一种纸的花。那叫卷纸是不是？那你们那个卷纸通常是弄来做什么的？就是0.3或0.5的米粒的那个，然后用一支笔，然后慢慢给它卷，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就像类似的花的那个花架，然后就会用一些你像要给它卷成花朵，或是蝴蝶，或是动物，甚至像一些越南的一些就是传统的一些那个民间的一些那个花作，也可以呈现在上面来。对，所以那个花是运用在很多地方。是。好，那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加拿大籍的这个艺术家叶海蒂呢，他就创作了一个叫做永恒的寓意。那这个部分就用了很多刚才他们讲的他们传统的那个旨意。哇，这来请科长来讲一下。
应该是说，我们原本邀请国外的艺术家，是希望说，利用他们的艺术创作来传达新住民朋友要传达的意思。那透过这一个作品呢，我发现说，他们把越南的传统卷纸的工艺，然后做成一个无限的一个形状。那通常他们原本传统的意思是说，送给亲爱的，就是不管朋友或家人，只要是亲爱的人，都是一个这个传统的工艺。那我也觉得说，看到了这一个之后，也让我了解说，原来在越南，他们母国也有一些传统的那个这些工艺的习俗跟文化方面，也让国人可以了解他们。这是我也看起来也透过他们的艺术家的创作，去跟国人跟那个新住民朋友做一个桥梁。这我身为台南人，也是透过这个作品也感到非常的感动。科长，我觉得你做到了，不然我们就问一下新住民朋友有没有，就是说科长讲的，他透过这些艺术家创作的这些灯，然后让你们是不是感觉到说，跟我们就是住在台湾原本住在这里的人，跟你们新住民有建立了一道桥梁，有这样子吗？是的。所以因为我昨天看到那个永恒的意义，它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符号，对，然后上面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花朵，就五颜六色，然后我就会想到我们的新二代，我们的新二代就像我们手上的宝贝一样，就像那个永恒上面的那个花朵一样，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在台湾，它的未来也是无限的。我这样的感受，对，所以这个灯区对你们来讲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们原本住在台南的，跟你们新住民那关系会更加建立得更好？是的，就是除了新住民，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现在是有下一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下一代看见我们在台湾的新住民所有的努力，那下一代也是我们，我常就说的。新住民的二代也是我们的台湾的小孩，那希望说他们不只是他们接触的是台湾的文化，也接触妈妈母国的文化，如何去做一个连结？那连结的时候也要传承，所以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是非常感动。感动是看见大家对新住民的重视，也感动就是让我们新住民二代或是在台湾的大家，我们更有同理心，我们更了解彼此。那再来就是创造我们非常友善的一个社会这样。对，没错。所以我们这次台湾灯会里面台南市这边特别为他们设立了一个新住民的灯区。那其实主要就是要让两边的文化能够交流，然后让大家来看到说我们新住民朋友他们的努力，也肯定他们，然后大家能够和乐融融生活方面呢，大家更加能够调和。所以局长就是说，其实咱除了客讲这个台湾灯会设一个新住民灯区以外，咱知影讲台南市政府面对着咱新住民朋友，也有很多友善的政策，对不？未来要哪推动？这个部分就是讲加强双方面的这个交流啦譬如讲，因来台湾，咱嘛想讲咱台湾有迄个南向政策，到伊个国家去设工厂也好啦还是其他的旅游拢好就是双方面的交流来促进彼此的那种了解，有上难得啦。个另外就是讲提供有一些族群，就是讲来训练因让他们早日融入台湾的社会，提供给他们工作的机会了说实在，他们对于工作方面、职业方面，除了是生活费用这需求以外，其实他们也有相当的工作的热忱对。尤其他们对于台湾缺少人力的这个部分呢，他们的贡献也非常多所以呢，有当时台湾不爱走步，他们也都愿意从事那种比较辛苦的工作，所以他们对这个部分我们政府应该提供族群的机会给他们，然后请他们为台湾的生产力来贡献相当的这个力量。真的，这个部分都是要我们来努力的。对，好，我们大家也期许说那个民政局方面，更加油。其实您做的非常的棒了。这个还是
我们继续要再努力啦，再努力。对，好哇。那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大家对我们这个台湾灯会里面的新住民灯区呢，已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大家呢，其实应该就是像一开始讲的，白天去看一次，晚上去看一次，其实多看几次也 OK。每次去看感觉都不一样哦。拢无共，拢无共。你想看多人讲，那一艘船哦。你白天看起来，看起来就有一些那个回收木头那钉起来了，但是你看它像他们讲的那种不，它纯粹那艘船就载着他们的希望，对，所以可以延伸到我们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每次去看的意见啊，我相信大家的体会一定都不一样。对，没错，尤其我们今天听到他们的心声，他们讲了以后，我们去看的时候，感觉一定又更不一样了，对不对？好，那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请在场来宾每个人来讲一下，针对我们今天这个新住民灯区啊，做个结论哦。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观众朋友讲的？来，先从龙龙开始。今年是我们台湾的灯会，也是台南400年，对台南的市民来讲也是非常很重要，也非常有意义的。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哦，我们台南这边，我们在这边等大家喽。好，谢谢龙龙。然后苏宏仙理事长欢迎大家来到台南。今年台南400年，其实我们台南大家都说是古都，可是我们台南有南科园区，里面有5奈米、3奈米，然后我们世界上那个兰花培育也是全世界占100%很高的。对，然后呢你说台南是古城啊。它也有很多那个古迹、古庙，可是它也有米其林的美食，所以就像我本身是个新住民，我就觉得台南的新与旧配合的非常的融洽，就像我们新住民来到台湾，在这边的生活，跟这边的居民融入的话，也是很和谐的。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台南看那个新住民灯区，然后带着你们不一样的心情，欣赏我们的那个艺术家的作品。我相信看到每一次来到台南那个看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感想。对，没错，不一样的感受。是，谢谢宏仙。然后接下来请科长。邀请国内外的游客啊，或者是朋友们来到台南，那来赏灯，来感受我们台南400的风华。谢谢大家，谢谢科长。然后最后请局长给咱做总结。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新住民灯区是市政府对新住民朋友的表示一种诚意啦，以及善意啦当然，咱嘛希望讲新住民的朋友能早日融入台湾的社会。实际上，因为新住民的服务的部分，就是民政局的服务范围内底那么希望讲新住民有任何的生活上的需求，还是工作上任何的疑虑的部分，麻烦说可以跟市政府民政局来联系，我们也非常愿意提供各种的服务啦当然，台湾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希望说由他们来加入呢，台湾更具有生产力，而且我们是一个包容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以这部分非常欢迎咱新住民朋友加入我们台湾的团队。好，今天非常感谢4位来宾到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大家爱记住3月10号进前好不容易咱台湾灯会在咱台南市举办，尤其这个新住民灯区，大家一定要去看卖的，不管是日时暗时或者是其实大家拢去看，拢无同款就是多多去看，一定要到现场看，不然太可惜了。好，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好，我们再会，拜拜。